小桃，叔叔好。好，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你爸怎么了？回头再跟你说吧。干嘛这么客气啊？还送花，把自己当外人啦？反正你结婚我也得送，得，这回一起了。哟，还真会省。他在203病房呢，本来想跟他打电话的，现在你顺便跟他说一声呗。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啊？他爸妈在呢，我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就多待一会儿呗。嘘，又不是我老公，我干嘛多待啊？哎呀，我的就是你的嘛，走啊。儿子，你还别说，爸爸这次还真是佩服你。是吗？哪方面？反天这方面啊。哎，说什么呢？真是的，胡说八道。来，儿子，不喝，我要绝食，抗议你老公。这臭小子你看这次啊，让我和儿子来一次真诚的对话啊！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行，你们两个真诚对话，我结账去啊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儿子，这次的医药费必须让雷家出啊。杨家、雷家不都是一家吗？谁出都一样。切，是不是一家还不知道呢？切。哎，爸，如果你想说拆散我婚姻的话，那你还是别说。你要是认真的，我坚决不反对。问题是，我绝对是认真的。爸，我都多大了？我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人生，并且是正确的能力。这国家都同意我的决定了，证明了什么？你备好了这一套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才不是呢，是你们总把我们这些90后当孩子看，以为80后才叫成熟。你们仔细想想，现在是我们90后的天下，社会顶梁柱是我们呢，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辨别是非，掌控人生。小子，你要是真懂事啊，就不会办这种糊涂事。我告诉你，你想过责任的问题吗？你想过双方父母的感受吗？想过，我娶雷小桃就是一辈子的责任。所以啊，你们也别想让我中途放弃。你们的感受我也想过，就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。啊，全天下的父母不都希望儿女早日成家吗？那也不能胡乱成家呀。谁胡乱了？我们交往了半年，确定她就是我这辈子唯一要娶的女人。哎呀，你说哎，康宇啊，加完了。哎，你来干嘛？不在病房陪儿子啊？有个女的来找他。女的？哪个女的？不认识，长得挺漂亮。切，这小子刚结婚就又有女孩来找他。你乐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个你不懂。走了。没那忧郁的眼神，别硬装。你还记得我最爱忧郁的眼神啊？是啊，你的梦中情人，老有梁朝伟，小有周渝民嘛。你对我的事情还记得那么清楚？你干嘛？我发现你比以前更有魅力了。在医院里啊，勾引你好朋友的老公，不太好吧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换个地方勾引？原来在这个人间啊，让人呕吐的不仅仅是酒精。康，你还是那么逗。多多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我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是我好朋友的新老公吧？什么叫好朋友的新老公？我是他一辈子的老公。我太了解你们俩了，你们俩不出1个月准离。呸！我不是挑拨离间啊，就你们俩，你放心，在你们俩好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。你做得了吗你？小孩还挺自信呢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走过路过的，瞧一瞧看一看了，卖鸡皮疙瘩了！哎呀，卖鸡皮疙瘩了！看一看呐！师傅好，啊，阿姨好，好，好，那个你跟我们杨康是同学，是吧？哦，朋友，
哦哦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什么呀？你说呀。有时候这真话吧，就像鱼刺，知道了会卡喉咙，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不要，我就是要知道，你赶紧告诉我。本来这事儿我想瞒一辈子的，没想到今天给说漏嘴了。哎呀，你别婆婆妈妈的，你快告诉我呀！你妈没死，她还活着，是我骗你的。在你不到1岁的时候跑了，受不了这苦，跑哪儿了？跑回娘家去了。从小娇生惯养，受不了这苦，过不了这日子。娘家在哪儿？上海。在你差不多3岁的时候，我带你去找过她，吃了闭门羹，人家说不认识姓雷的。其实啊，你就别有那个心思了，我知道你什么心思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啊，他就不念夫妻情分，他也该看看你啊，所以一直没敢搬家。这么多年了，连个影儿也没有。如今你结婚了，哼，他也没回来。桃儿，别怪爸爸无能。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人生活都差不多，别人能吃得了这苦，他为什么吃不了这苦啊？我呢，挺恨他的，所以把他说成那样，也就是为了不想给你留什么希望。你的酒瘾和毒瘾是那个时候养成的，对不对？奶奶说，你跳过河，是我的哭声把你喊回来的。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夏天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当时都要崩溃了，我就往护城河里走，水抹了膝盖，抹了腰，又抹了胸。这时候，奶奶抱着你，奶奶喊：“大富，回来啊！桃儿在叫你。”过去了，不说了，不提这事儿了。就像你说的，我很少管你。我知道，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，但是在你结婚这个事儿上，爸爸真希望你嫁个好人家。你这么冒冒失失就把自己给嫁了，爸真的很生气，尽管我没有资格生气。罗总，什么事？我想请2天假。因为家里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所以需要用车吗？哦，不用，罗总。那好，有需要的话多待几天。不用，罗总，我2天就把事情处理好了。好吧。那，罗总，我先出去了。
哎，哎，人呢？出院了。啊，快走！早就到啦。我刚到，哎，让我看看，想我小瘦了没？啊，瘦什么瘦？才一夜没见。我瘦了。刚才我在医院称了一下体重，你猜瘦了多少？瘦了3斤。那3斤是医生为你清出来的酒精化合物啊。什么？你知道你昨天喝了多少酒吗？半瓶吧。半瓶，有2瓶。2瓶？嗯，那么多，怪不得头那么痛，原来是被酒精泡了一宿。今天就别找工作了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那我们去散散步，吹吹风。嗯，走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打我的是什么人啊？坏人呗。不说了，老公，我想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行啊，来我家跟我一起住。现在？算了吧，你爸妈还在火头上呢。那我们就搬出去住，直到他们愿意让你跟我一起回家住。不行，我打算先住在多多那儿。啊？干嘛这么大反应啊？你电话。喂，谁找你也不许去，陪我啊。好的，20分钟之后到。你说我这相公跟你说话，你怎么就……是人民币找我。是那哥们儿啊？媳妇儿，去吧啊！我给你打辆车，你回家睡觉吧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？我现在是有媳妇儿的人，得养家糊口。我去网吧找工作。又去网吧？我一回家上网，那2位就开始唠叨。所以啊，咱们得赶紧挣钱，自己买房子。没错。媳妇儿，油虽然很贵，但还是要加大。一起加油！耶！你女儿在家吗？在不在与你无关。哎，什么态度啊你？什么态度也与你无关。哎，雷大哥，我们不是来吵架的，是我儿子。哎呀，行了，啰嗦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医药费报了。凭什么呀？喂，我正忙着呢。哎呀，你婆婆正在咱家跟我要钱呢。又跟你要钱？要什么钱啊？住院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。这么霸道？行，我找人帮你解决。杨康，赶紧叫你爸妈回去。说什么呢，丫头？有钱没有？有钱我过来了啊！我警告你们，赶紧把手机还给我，要不然我告你抢劫。我就不信你能拆了我们家。我劝你们2位，还是回去吧，免得过一会儿我女婿回来，令2位难堪。哎，对了，我不妨通知2位一声，明天，你们的儿子啊，也就是我女婿，就要正式的入住雷宅。你说什么？雷大哥这是玩幽默呢，咱不开玩笑好吗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啊，你们不收我女儿，我当然要收留你们的儿子了。哎，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打我儿子主意是吗？哦，想让我儿子入赘你们家？聪明，绝顶的聪明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笔账我慢慢跟你算。好的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好好谈的吗？哎，谈什么谈？回家，包拿着啊。什么脾气呀，这是？哎，不送啊！哎，通知我女婿明天早点过来啊！啊。
你好，你要的外卖。你给拿进来。哦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。雪儿，谁呀？哟，罗总。觉得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这些不是真的，是假象。我就是想证明您会不会对我发狂。雪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既然他知道了，索性摊牌吧。这不来，你说什么呀？我很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男人很聪明，咱们俩的事儿怎么能瞒得住他呢？罗伊，罗伊！这是你们要的外卖，请签收。滚！在我滚之前，请签收。请慢用。罗伊，罗伊，罗伊，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的。我只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。我爱你，可是你也太忽略我了吧？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。一天到晚，你一句话也没有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爱不爱我。你觉得我会同意娶你算什么？你觉得我愿意陪你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又算什么？可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你爱我呀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庆祝我结婚，庆祝我失恋。啊，你又失恋了？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你应该为我高兴，我又有机会找新的。每次都这么说，蛮阿 Q 的嘛。我不是阿 Q， 我是 QQ， 全民上传的 QQ。得了吧，都已经被打入冷宫了，微博才是新宠。你没听过那首歌吗？情人还是老的好。这么 fashion 的人，怎么听这么老的歌啊？涛，你说如果你刚发现你的前男友曾经很爱你，怎么办？按理说，既然是曾经，再爱也是曾经啊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找他谈一次。如果曾经代表过去，那就重新开始喽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也这么认为的？你前男友回来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打个比方。算什么呢？算你哪个前男友还爱着你啊？去你的！来，好，你们俩结婚谁的主意？是杨康还是你啊？杨康，他提出来的，我积极响应。就知道是这样。怎么说的？你比我还了解杨康似的。谁了解杨康啊？你干嘛这么紧张？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谁啊？谁紧张了？来，吃吧，来，先干了。宝贝儿，来，好。哎哟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苏大小姐，你满月吧？来喝！哎，站住！你站住！涛，
你幸福吗？很幸福啊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虽然有时候会吵架吧，可是感觉吵架也是幸福的。那就好。哎，你也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吧。我正式宣布一个决定，我放弃我的前男友了。干嘛这么快做决定？应该先去找他谈谈。不，放了。只要你幸福。我的幸福跟你前男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受刺激啦？是啊，你的幸福刺激了我。我发誓，我要找一个比杨康还要帅，比我前男友对我还要好的人。你干嘛啊？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混蛋！我混蛋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先照照镜子。郑明磊，你拿了我的钱。就是因为拿了你的钱，所以才对你客气。我们可是说好的，你拿钱按章办事。所以说你傻呀，以为自己聪明，阴谋诡计样样在行了。苏雪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傻，别当我也傻，以为拿几个破钱就可以把我打发了。还有，别以为你拿几个破钱就可以高高在上，把我当奴隶使唤。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说，我倒要听听，你有多大的胃口。我不要钱。不要钱？对，我不要钱。我要你，我爱上你。这是我听过的最可笑的一句话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家了。真的要自己结婚啦？什么话呀！我可是正经八百结婚了的，国家承认，法律认可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一直觉得你这结婚跟玩似的，既然是玩，迟早玩完。乌鸦嘴，就不能盼点好的？我盼呀，我天天盼，哪天不盼呀？麻烦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看着我啊？你又不是帅哥。哎，你觉得他帅吗？在我眼里，只有杨康最帅。孙死了，杨康又不在这儿，你算给谁看呢？哎呀，你是要在这儿继续欣赏帅哥呢，还是跟我一块回去啊？还早，我要再待会儿。哎，听说啊，忘掉上一个情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找到一个更好的代替。你这话有没有道理我不管，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，千万别去惹那个人。为什么？他刚被女人甩了。什么？那个白痴女人能把这么帅的帅哥给甩了？哎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。你当宝，人家当草往外扔。切，好了，不跟你闲扯了。拜拜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房子多的是，干嘛跟他住一个小区啊？我不都说了嘛，他熟嘛，而且我也懒得到处找房子。就在家里住嘛，等我赚了钱以后，咱买一个自己的家。等我们自己赚到钱，什么时候才能买啊？很快，你要相信你老公。嘿嘿，这要是真住在这里，天天跟梁多多见面，小桃非知道不可。不行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啊，我想我爸妈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爸妈肯定担心坏了。
我看你啊，你别太过分啊。我跟他们生活了20多年，还能不了解他们？啊，我记得上初3那年，有天夜里狂吐，他们俩呢带着我奔医院就是一顿大检查，什么胃镜、12指肠、肾功能，连血我都查了，那叫一顿折腾。我倒没病死，差点牺牲在那些仪器上面。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吃坏了肚子，对不对？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走入了你的现在，看到了你的过去。深刻，太深刻了啊！因为这些深刻的教训呢，以后我将他们的担心基本上采取嗤之以鼻的态度。哎，你看，这2天咱俩不就结个婚吗？你看他俩跟天要塌了似的。所以呢，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完全长大，你跟我回家住啊。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你看，我有房子，你也有房子，咱俩都有房子，是不是？你还要搬到外边去住，是不是太浪费了？可是我已经嫁给你了，还住在家里，你总是要过去的吧？我爸又那么讨厌你啊！我会让你爸喜欢上我的，还有，我爸爸妈妈也一定会喜欢上你的。所以呢，咱们能省就省，这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我还得给你办一个像样的婚礼，咱们呢还得生一大群孩子呢。你怎么不说组个团呢？那是有点多，生一个足球队我就满足了。喂，啊，是小桃姑娘吗？是我，你爸。我爸。爸，你别没完没了的行不？哎呀，严康，你妈突然昏倒了，我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呢？那你给小桃打电话干嘛？赶紧打120，在那等我回去啊！完了，我妈被气疯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我也跟你回去。别，你去了战委会升级的，你别管了，我去处理。哎，我的手机呢？被我爸的一个债主抢走了，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吧。不用，我自己买吧，拜拜。多多，多多，一大早洗澡，连门也不关，真是。昨晚是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的？那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谁叫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埋你昨晚的记忆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这钱不要白不要。那你这么留下来，岂不是让他误会啊？误会就误会吧，这一转身谁还认识谁啊？哇，2000！哎，你这一夜可真赚啊！哎，你别乱说啊，睡得跟死猪似的，我可没碰他。所以说嘛，你这一夜真赚啊！哎，你说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埋你昨晚的记忆啊？
还用问吗？他肯定是以为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像他这么有钱、这么有身份的人，肯定为这话闭嘴。嘿，你说他这人还真狂啊！你别说，他还真酷，偶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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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呕吐的对象。你审美有问题。切，谁审美有问题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必须要保持冷静啊！咱们现在处在下风，这场硬碰硬的战斗，咱们不一定能赢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既然生了他，我还治不了他了。爸妈，哎，来了！快快快！赶紧进去，往下往下！哇，这！哎，眼镜眼镜！哎呀，妈，爸妈没事吧？妈，哎呀，挺严重的。严重怎么还不送医院？打110了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他就是不去。你们俩别这样好吗？玩什么也不能玩自己的身体啊！把手机给我，我打。别把手机给我。别打，死都不去。哎呀妈，您都这样了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儿子，离婚，立刻去跟李小桃离婚，离婚。你直接让我死了吧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在家。你真的在家吗？什么事情？昨晚你去哪儿了？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列一下我记忆里24小时的行动清单。你怎么对我说话用这种态度？妈，你看，妈，不行，咱们去医院吧。妈，哎呀，可死算了，可死算了。妈，人家小桃怎么了你啊？你怎么就不同意呢？杨康，你看你妈都这样了，你就答应她离婚吧。不行，有病治病，你们不能拿我一辈子的幸福来要挟我。哎呦呦，妈，妈，妈啊！儿子，妈可也不行了，你就答应妈吧，啊，答应妈好吗？哎，老婆，你把你手机给我，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哎呀，你看你妈都这样了，你就答应她吧。我妈都这样了，还不送医院吗？哎呀，算了，你们既然你妈的命都比不上那个雷桃花，哎，雷小桃，哎呀，行了，都一样，你就把她带回来吧。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这口红的颜色还是不像。哎呦，是，
哎，你还笑，我都快被气死了。哎，你爸妈还真被你逼急了呀？我逼他们，苍天呐，大地呀，啊，我冤死了我。哎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他们好不容易不纠缠这事儿了，我再怎么也得告一段落。哎，说重点啊！回来吧，媳妇儿。啊？我爸妈能退这一步不容易，咱们也得见台阶就下，要不然咱们结婚不跟没结一样吗？分开有什么意义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结婚到底为什么？为了能天天见到你，一睁开眼，阳光与你同在，那就是我要的幸福。什么？我不同意啊！爸，我只是过去住几天，大部分东西还留在家里呢。不行，我跟他们家问题还没解决呢。岳父，您别生气，咱们坐，有话好好说。您说的彩礼问题呢，我是完全采纳的，但是现在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找到工作了，我分期付款给您。你爸妈同意了？我的婚姻我做主啊！哼，小屁孩，你做什么主啊？岳父，您别忘了，我都结婚了，结了婚，我就是男人了。男人？嗯，什么男人？喝几滴酒就住医院，你哪块像男人啊？具体哪块像男人呢？我就不一一陈述了。过几天，我给您带个外孙子回来，来证明我这个男人的实力。我去。爸教你呢。干嘛？坐。桃儿，你就去几天，还带什么牙膏牙刷啊？我这去一天也得洗脸刷牙吧？丫头，跟爸说实话，你这是不是就算正式住过去了？过去了，过哪儿去啊？你别让人给骗了，爸，你看我这一大活人，一没长相，二没钱的，他们骗我什么啊？现在社会非常复杂，你不能急着过去，让爸再好好调查啊！行了，爸，我先搬过去，你慢慢调查，要是有问题，我立马抽身回来，行不？这婚姻不是儿戏，你不能急着过去。哎呀，爸，这多大点事儿，跟天塌下来似的。要是有问题，我立马搬回来。那这样，你先别急着搬过去，让我和他们家长好好谈谈啊！不行，今晚有《快乐大本营》，我得去他家看。谁让你把电视机给卖了呢？这样，我上张姨那儿给你借一台电视机。哎呀，行啦，你不是老嫌我麻烦，现在我让你清静几天，好不好？哎。